大家好，即马要来讨论即个问题吼，啥号做台湾汉字？我最近有出一本册吼，也是我编的哦，毋是我写的，我无遐厉害啦。出册了，有足侪人咧讨论吼，搁咧甲我问讲，阿勇啊，你写的迄个汉字即边是汉字，甲阮学的无共呢？囡仔的囡是即个囡，还是内底即个女的迄个囡？是安怎册内底有遐济简体字？佮有因讲勇啊，你毋是白话字派，他会出汉字册，讲我白话字派诚好啦，我足赞成白话字。毋过请你莫误会，我嘛足赞成汉字。来，即马我要应遮个问题，毋过我爱先回一个实例，因为汉字有影复杂，佮一定爱讲甲足幼啦。因为汉字咱若无斟酌看，咱就一定会误会，致使各种奇怪的结论拢走出来。譬如讲大家拢捌听即句讲，当文当奖。我听你咧唱歌啦，啥物当文当奖所以其实遮个议题汉字我家己有咧研究较久啦，就是缩甲20分钟内底甲讲了，已经足困难啦，无简单，所以请大家原谅即题较长的影片当然嘛，请大家甲我的理论斟酌观察，看有影无影，敢有意义安尼继续讨论。好，来讨论一寡汉字特别是台湾汉字甲中国汉字。勇，你敢是咧讲简体字甲繁体字？无呢，无。简体字甲繁体字有啦，拢是中国汉字，甲台湾汉字无地代一般若要讲汉字的故事咱听到一寡有诶无诶，啥物古早有人伫咧行迄个旧诶壳安怎样看啥物字会出现，还是讲创刻，还是讲汉字诶构造啥物略史有象形指数会议形声转字假借等等。毋过我爱为小可较基本诶观念开始，就是我要先问讲啥号做语言？我捌讲毋过这是逐日加讲几摆啦。自然诶语言是咱咧讲诶话，语言是话，毋是字。囡仔若听人讲话，一直听，差不多一冬啦，差不多一冬。伊毋免去学，伊毋免去学校啦，当然啦，伊毋免去上课，伊自然就会晓讲迄个话。安尼才号做自然诶语言。文字咧，文字是较后来咱爱学才会捌。意思是讲，有意义诶部分是咱咧讲诶即个话，文字是人发明诶假使，敢若会当代表咱诶话。如果任何诶文字，就爱有法度甲咱诶话甲记落，互别人知影原底要记诶话，安尼就有够象形字也好形声字也好，假借字也好，还是规气写做罗马字也好，啥物款诶字拢会用着。话甲字无固定诶关系所以这是较跨讲语言若讲较幼诶，譬如讲台语是啥，还是台湾话台语敢是福建话，敢是闽南语，还是台文，敢是中文？这个问题属语言诶分类。上简单诶答案就是语言诶分类，是政治诶问题，甲科学其实是无地带。全世界咱看会到各种语言诶分类，有当时两个人沟通完全无问题，毋过因诶话爱分做两种，譬如讲印尼话甲马来话，也是瑞典话甲丹麦话这两个人沟通无问题，因诶话也怪好分两种。佮有当时两个人讲同一个话，毋过因无法度沟通。我家己嘛有即个经验就是捌拄着一寡，譬如讲英国人还是澳洲人，完全无法度沟通这毋是讲汉话啦，这是真正完全无法度沟通。虽然阮咧讲诶话，有哪号做英语。安尼讲有几个重点啦，咱着爱会记哩第一，话是自然诶，字着爱学。第二，
话才有意义，字敢若咧代表话。啊，第三，话甲字无固定的关系吼。啊，第四，母语语言的界线也是伊的定义吼，是政治的问题，毋是科学。我来讲较抽象啦，我举一个咧较规气啦，比如讲英语诶 no 也是 won't 吼，台语是讲迄个毋是的即个意思吼。啊，即个意思是台湾话，啊是咧，咱若去找一寡台语的作品吼，咱会发现无共人其实咧写无共字，毋过拢是要代表共款迄个话吼，话就是话是要变，嘛毋是逐个人拢写做无共字哦，啊无遐乱，大多数啦，啊不管是现代还是500当前吼，一般拢甲写做一个安尼符号啦，就是改成一只鸡的骹啦，一个鸡骹，我是讲即字啦，吼即字毋过改成鸡骹啦，伊甲你看，我遮嘛有一个相片吼，就是鸡骹，就即字就鸡骹。啊奇怪咧，阮若去网络顶悬找即个汉字的源头吼，我遮有一个网站号做即个汉字的源流，还是源流我毋知，汉字。伊遮有写吼，伊写即字吼，向花蕊盛开之形，花蕊盛开之形，奇怪咧，这甲台语的迄个有啥关系啊？就是 no 的意思嘛，毋是花蕊盛开，无毋对，即个花蕊也是我讲的鸡骹啦，甲台语的完全无伫代，这就是我拄则咧讲的哦，话甲字无固定的关系。啊，即个意思的意思就是就是 no， 啊，毋是即个花蕊啊，嘛毋是一个鸡骹哦。啊，话甲字，咱着爱看实际上人是安怎讲，安尼写。吼，啊，伫台湾实际上，吼，即个意思，伊的意思就是 no 啊，一般是咧写做一个安尼鸡骹。吼，即摆吼，我知一定有人伫遐咧话讲，阿勇啊，你讲毋对啦。即个鸡骹吼，伫中文内底，也是汉语内底，本来都有 no 的意思，吼，就安尼伫台语内底才有 no 的意思，因为台语就是汉语。安尼讲敢有影？吼，即个讲法咱一步一步甲伊透开看觅啊。第一吼，伊讲即个鸡骹本来有意义，意思是 no， 这敢有影？吼，咱已经知影话才有意义，吼，字敢若会当代表咱的话，所以遮的意思我看是小可颠倒变啦。应该爱讲，若是有一个语言叫做汉语，汉语有一个词，伊的意思就是 no 啊。汉语是咧写做汉字的时阵，写即字该代表，这凡是无问题。来第四，伊讲台语就是汉语，这敢有影？吼，咱嘛知影，母语语的定义也是界线是政治的问题。吼，毋过我安尼讲，我知，吼，伊要摕各种证明，伊要讲，阿勇啊，你看即个词、即个音、即字，吼，遮个历史、遮个啥物源头安怎？伊讲这是科学的证明。伊讲科学证明讲台语就是汉语，安尼证明敢有影？我看无呢。咱爱会记哩吼。科学上基础的原则就是，若讲台语翻译爱讲客观证性，就是讲咱先要一个假设，吼，咱就爱有法度证明讲咱的假设无影，吼，科学无法度证明母语理论有影，伊敢若会当证明讲母语理论无影尔。这个原则嘅英语叫做 falsifiability， 吼，科学上基础的概念。啊，台语我是照日语翻做一个客观证性，所以摕啥物证明拢好啦。科学是无法度证明讲台语是汉语这款的理论，定义母语语的界线有原是政治的问题。所以，佫有第三，伊讲台语若写鸡骹，吼，因为台语是汉语，鸡骹就安尼才有 no 的意思。咱即马知影吼，台语是汉语，即个理论是政治的问题，吼，咱就无法度证明讲这有影。啊，毋过
卡斯伊有影吼，遮个伦理敢有影？遮个伦理我看大概是安尼啦。伊讲台语是一款汉语，所以台语每一个词拢为汉语来，啊，汉语的文字就是中文，啊，中文若用台语的音甲读，就是台语。哇！我看遮个伦理足够啦，啊，咱就毋免去看台语本身实际上安怎讲、安怎写，因为你去学汉语就好啊，啊，去学中文就会使啊，都会了解到台语的一切。当然吼，遮个理路连一滴落切都无啦，就算讲台语甲汉语有啥物关系吼？汉语嘛无法度下令讲台语就爱安怎样哦，这毋是伦理啦，这文啊嘛是政治。我看吼，这规个理路是一款新鲜的故事，啊，毋过因为中华民国嘅教育吼，拢咧教即款先果啦，啊尾啊各种目标指标的理论，就一定会走出来。像拄仔迄汉语安怎，台语就爱安怎。啊，佫有人可能是相信遮个先果，啊，毋过伊因为反对中国，所以伊就爱甲所有的汉字摕去单调。这毋着指标啦。啊，汉语是一个政治的故事，啊，汉字就是一款文字尔，即两个物件无啥物地带啦。啊，20世纪发明汉语进前，咱会记哦，汉语是20世纪发明的。伫遐进前早就有各种语言咧用汉字，包括着台语。啊，佫有人讲，伊知影汉语是即个故事，是咧算政治，啊，毋过别人无了解。啊，若台语写做汉字，永远就有人咧算汉语的政治，甲汉字单调，较规去。安尼才有可能，甲汉语推翻吼。遮个人我看拢毋免回头看隔壁的国家啦，就是伫日本，因为汉语的即个故事伫日本无带来即款的灾厄哦。日本人有哪咧写汉字，嘛有哪有法度保留因家己的主体性。话佫讲倒转来啊，咱若要讲到台语，咱若接受台语是家己的语言。安尼写做一个加卡安尼，就是历史的事实吼。咱若要讨论甲汉字单调，也是写倒一个字较好啦，拢会使吼。毋过我希望咱会当照实来讨论吼，毋是照幻想啊，嘛毋是照政治。好，免一直讲遐尼啊抽象啦，咱讲较实在啦。我要甲大家请教者吼，咱咧学语言的时阵，咱是要安怎学？就是卡斯我来学台语啦，啊有无物语词我也袂晓讲，譬如讲gray 即个色水 gray， 你想看觅哦，即个 gray 的台语我应该安怎学？敢是要直接家己发明一个词？譬如讲我知影色水较浅的，啊我嘛知影乌色，安尼我就发明一个词讲浅乌，还是我敢应该去共问，台语的 gray 安怎讲？当然若是要去共问啊，较学会着大家咧讲迄话，无咱咧讲我甲你发明的迄个什物浅乌啦，对无？啊，有当时啊，咱去问一个朋友伊讲，无的确即个 gray 是灰色，啊，咱就小可怀疑啦，因为咱嘛知即位朋友伊的台语的程度嘛，毋是讲足歹啦，毋过伊平常时嘛是咧讲华语较济，啊，伊嘛有讲无的确，啊，灰色，介成是华语呢？安尼怀疑啦咱敢是要直接接受即款的灰色，还是搁要问一个人看觅？我看是当然搁要问啊，因为讲问一个嘛，毋是大代志啊，嘛无要紧啊，问一个就好啊。所以咱搁问，啊尾啊问着10个人问着10个人了后，啊第一个讲啥物无的确是灰色，啊另外9个人拢讲共款，拢讲无啦，毋是灰色啊！啊，我自细汉平常时咧讲台语，色水是囡仔人会晓啦，这无问题啦。啊 ，gray 就是肤色。好，
安尼我看是足清楚啦，gray 就是肤色，毋是灰色吼。咱着爱问，咱着爱学吼，爱照实。啊，毋过哦，奇怪，咱若要学汉字，敢若无遐简单哦。咱来做一个思想的实验吼 ，thought experiment。今年吼是1624年吼，咱是荷兰人拄来台湾，啊，咱伫咧学台语吼，啊，拄则有学着一个台语的语词，叫做毋是，就是 no， 还是荷兰语是 nay。啊，咱甲问讲，这个毋是，迄个安怎写咧？啊，有一寡捌字的人啊，因拢讲哦，简单啦，就是爱写做安尼啦，吼，因互阮看迄个加卡。哦，其实不管当时来台湾问一个问题，答案拢差不多共款啦，就是到甲差不多30当前左右啦。30当前，突然间奇怪啦，即马吼，敢若无一个答案。即马吼，有诶人讲毋是迄个加卡哦，是这啦。啊，别人又搁讲毋是迄啦，是这，也是这，也是这。复杂啊，尾啊，咱拄好找着一位国文老师啦，啊，足厉害吼，甲伊问看卖到底即个毋是的是要安怎写？啊，伊讲哦，迄吼进前咧写迄个加卡吼，无啦，歹势，伊应该是安尼讲吼，伊讲哦，之前吼他们在写那个犄角吼，我们中文要念作布吼。啊，那时候老一辈的农民他们没有读书，所以呢，他们当然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字啦啊，他们的中文都写得乱七八糟啊，我呢，我有汉语的博士，我有研究不的台语，当然要写无才对其他都是在乱写。奇怪呢伊咧说明的时阵嘛无咧讲台语呢，啊，甲其他的人又搁无共的答案，啊，即寡人嘛敢若无一个讲着清楚的理由，原底迄个加卡倒位错呢？来，咱摕中华民国教育部的说明甲看一下，因遮有一个网站是叫做即个台湾闽南语安尼写。啊，遮有因的推荐汉字的说明书，因是安怎建的。啊，我遮有找着伊说明即字，因的有即字。啊，伊是安尼写，伊讲，上到有对啦，伊的说明嘛是中文，嘛毋是台文相较于华语，台湾闽南语的否定词多了很多。华语的常用否定词有不、没、别，但台湾闽南语的常用否定词有无、没、袂、买、袂、没、免等。这些否定词发音不同，用法各异，所以实用的汉字也必须有所区隔。其中的汉字写法一直非常分歧，推荐用字选用无，因为无字本来就有否定的意思，而且这个字不会造成系统上的困扰。发音不同，用法各异，所以使用的汉字也必须有所区隔。我看华语敢若无这个规则敢若台语有这个规则尔。啊，伊佫讲这个无字本来就有否定的意思。啥叫做本来有意思啦？咱知影字敢若会当代表话尔，无啥物本来的意思。啊，华语其中一个否定词是迄个不，大家嘛该写做同款即个加卡即字。啊，毋过毋是拄则嘛找着即个资料讲，遮的意思其实是花蕊盛开之形。那呢，我想讲是安怎台语拢毋通共字无共意思，啊华语就无问题。啊是安怎台语一定爱照即个汉字本来的意思，啊华语就毋免。即个本来是啥人定义？照我的理解，本来差不多就是中文的意思。啊，现代
大家伫学校咧学的中文，其实就是华语，安尼即个汉语，敢是要讲华语的意思，啊，一个中文敢是华语写做汉字，安尼咱敢是要讲台语，就是华语。当然即摆台湾人经过中国国民党禁台语的时代，经过中国的华语甲中文的教育，至少会晓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原来有的人捌字，即摆大多数连台语敢有文字，伊嘛毋知。看这背景咱就了解讲是安怎遐济人，虽然讲伊嘛感觉怪怪的，敢若台语嘛毋是华语呢。尾就接受即款理咯。毋过我都无法度接受台语就毋是华语台文嘛毋是中文即摆台语甲台文嘛无互禁掉毋过无互禁掉，敢是自然得到活转来。我看嘛无遐简单，反正现处是上大的问题，无人要面对。面对啥呢？敢是即摆讲台语的程度即款汉语专家未比较早国校的囡仔人较好？敢是汉语的理论、中文的理论，拢是咧算华语优先的政治尔，连上基本的科学资格都无？敢是大家感觉讲华语写中文才有法度趁钱？若讲台语的，大家就看伊无。敢是真改验30几档了后，民主化、多元社会、台湾主体性转型正义一直讲。我看即摆的政治人物足够讲，煞台语学校连一间都找袂到，真可惜啦！大部分的人无要面对这个问题，煞互济台语的友志想讲汉字归去甲单调好我嘛理解啦，我当然我嘛同情。毋过我看是咱若要解决这个问题无法度咱就要继续讨论，互伊较侪机会来面对。阮英语有一个俗语讲，红婴洗身躯洗了漏水，莫漏囡仔。即摆囡仔就是台语啦，伊即摆伊足垃圾的拢互中国意识形态搞甲乌索索啦。咱家洗互清气啦，甲垃圾的水放掉，清气的台语当然有罗马字150档的历史，毋过佫有汉字，就是台湾汉字，甲中国甲汉语甲中文有关无伫代。我相信足侪台湾人甲我共款，就是知影讲台语的主体性，就是台湾的主体性真重要的部分。所以汉语专家要甲台湾的汉字舞甲乱糟糟，这无要紧你放互伊舞。毋过咱无爱互即款政治操作影响着咱对台语甲台文的认知，无论是罗马字也是台湾汉字。好，先安尼啦。上尾才有一寡较常看到的汉字。我这边是台湾汉字，另外迄边就是汉语的方言，台湾闽南语的汉字。所以先互大家参考。你后摆若要拍汉字台文的时阵，看你要拣倒一个字。大家若感觉即款主题较深刻，想要继续讨论。当然，请老话甲阮讲，后摆嘛会使摕一寡遮的台湾汉字，是闽南语的汉字，来做比较，来详细讨论。当然嘛会使直接注文囡仔王子汉字版这边，你会使摕来学足侪水当当的台湾汉字伊的内容100%拢是再来台湾的汉字。好，煞。足长的影片啦足感谢大家来收看请会记得老话是赞订阅是铃仔，还佫爱分享感谢努力。